镜头继续刷来去平湖西施，这几天人吵，因为乡公所办一年一届农产品、渔产品推广活动，像讲在地出名小卷啊、土豆、白乌烟肠，拢会当免费食烫海，佫会当参加出手掠金枪鱼的趣味活动。民众话讲真趣味，对在地料理嘛有一个上好的印象。青椒小卷啊，佫有这个白毛土豆。 各种特色小食摆甲满。平湖西施乡30举办这个农渔推广活动，香港的美食，互你免费食到饱。民众是安尼一碗刷一碗，比大补王咧学罗赞。好食无啦？有啦，吃起来很脆。除了这个小卷啊、花枝这的海味以外，还佫有金瓜、白毛土豆，和西施乡特有的三角饼、枕头饼。 今年主办单位佫特别安排掠鱼仔的活动，伫个水池内底有活跳跳的金枪鱼，若会当掠到，拢会当互你炸转去。好玩，不好抓。不好抓，不会跑啊！啊，你这么厉害！半球咧，鸡介好，咱的白毛花生更较好，咱的金枪鱼更较好，咱的花枝更较好。大人含囡仔拢算甲足乐痛的。 乡长强调讲，这个农渔产拢是自然无污染的。期待游客若是来到平湖，就要会记得来西施遮行搭一下，来买一寡伴手礼，顺续试一下遮的在地好滋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